新世代 AI 普通話會話自學課程，針對香港學生常見發音難點，融入頂尖 AI 技術，讓普通話學習更高效、更有趣。課程採用科大訊飛專業評測系統，即時為發音及聲調評分。系統更提供各種學習小工具，例如語速調整、英文翻譯、字典等，幫助學生逐步提升能力。課程包含6大模組：第一，基礎拼音練習，練習配備拼音鍵盤，可反覆聆聽、練習和測評，扎穩語音基礎。第二，詞語朗讀練習，聆聽範讀後進行朗讀，AI 即時評測反饋。第三，句子朗讀練習，從詞到句，強化語流和語感訓練。第四，AI 聆聽練習， AI 生成聆聽內容與題目，並可用語音作答，同步訓練聽力與發音。第五，AI 主題聊天，在特定主題下與 AI 自由對話，活用所學詞句。第六，AI 故事接龍，高階口語挑戰，與 AI 協作編故事，全面提升表達能力。系統提供詳盡學習數據分析，清晰標注優勢及需要改善的地方。老師亦能掌握全班的進度與成績。上下學期各8課，全課程共96課，全面涵蓋聽說讀。立即登記，免費試用。